喺廣告製作呢個節奏極快嘅行業入面，速度、準確同埋品質唔止係我哋嘅目標，亦都係我哋生存之道。喺先鋒廣告製作入面，我哋靠嘅係創新去推動每一個成功。先鋒廣告喺2002年成立，先鋒呢個名咧代表住我哋嘅理念，由街頭廣告同巴士廣告起家，發展到而家成為一站式嘅製作公司。我哋嘅業務包括展覽活動、零售業務到大型戶外媒體廣告等唔同嘅類別。現時我哋有超過150名嘅員工，自設物流團隊，加上先進嘅印刷技術，每個流程都係自己控制嘅，確保速度、準確度同埋可靠性。我哋堅持創新、品質同服務，所以一直都係客戶信賴嘅夥伴。喺我哋而家所處嘅市場入面，速度同品質係絕對唔可以妥協嘅。但係市場對品質嘅需求越嚟越高，令我哋原本嘅系統已經滿足唔到市場嘅需求。同時，我哋希望朝住可持續發展嘅方向，唔只追求更快嘅速度，而係揾一套更智能嘅生產方案，迎接未來嘅挑戰。香港嘅市場節奏快，想保持競爭力，就一定要以創新同負責任為先。我哋選擇投資 Canon Colorado， 配合 UV Gel 嘅技術，正正符合我哋業務所需。高嘅生產力，材料選擇更加靈活，更加環保。現時我哋有5部 Colorado 噴畫機，佢改變咗我哋傳統嘅運作模式。呢部1.64米嘅噴畫機可以同時上2卷物料，大大縮短咗我哋換材料嘅時間。UV Gel 打印色彩效果一致，表面平滑、耐刮，打印出嚟即乾，加快後期工序。就算有急嘅單都唔使擔心。UV Gel 嘅墨水冇味，通過 Green Guard 高嘅認證，適合於商場、公眾場所等室內嘅空間。我哋仲可以印喺一啲環保同埋浪 PVC 嘅物料上面，為客戶提供更多環保嘅選擇。轉用咗 UV Gel 之後，打印嘅穩定性提高咗，比起其他技術慳咗最少50%嘅電，加上唔使過膠，令我哋嘅物料後期製作同電力慳返唔少。而自動化嘅功能令我哋嘅團隊可以集中更高價值嘅工序，生產週期更快，提升整體效率。整體嘅營運成本包括能源、墨水、物料同人手，我哋估計大約慳咗40%。UV Gel 技術為我哋帶來明顯嘅優勢，呢個係一個唔錯嘅投資，幫我哋提升效率嘅同時，亦都實現可持續發展。我哋而家有信心處理更多高難度、大批量、趕時間嘅訂單，而唔會犧牲品質。喺競爭激烈嘅市場中，我哋嘅地位更加穩固。如果你公司都想提升生產力同降低營運成本，我誠意推薦你了解下 Colorado 嘅方案。我哋嘅回報係實實在在嘅，有數得計。最後，我對我嘅客戶講，先鋒廣告一直致力提供高品質、可信賴、具創新力嘅方案。有 Canon 嘅技術支持，我哋已經準備好迎接你未來嘅需要。Canon, delighting you always.